直升機喺頭頂飛過，場面非常震撼。突然直升機失控旋轉，民眾尖叫四散。直升機墜落之後，有人被壓喺下面，見到人上前救人。另一個片段，直升機喺空中不斷旋轉，零件飛去，最後直墜喺沙灘邊緣。直升機下降喺天空上面，救援之後降落現場。驚險嘅音樂發生喺美國時間10月11號，南加州嘅亨廷頓海灘。當地消防局表示，直升機上面嘅2個人已安全救出，另外有3名路人受傷，5個人都送往醫院治理。當局暫時未公布墜機原因，只係話直升機同原定喺星期日舉